上集講咗未坤身，今集繼續。呢個係九運坐甲向庚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6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6號向左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成門啦。飛咗6格，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係飛咗去坤二宮，因為坤二宮嘅元旦星2號同向宮嘅元旦星7號合成河圖生成數27同道，所以係正成門。向左成門喺未嘅位置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1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1號向左係順飛，順飛係冇成門㗎。呢個係九運坐卯向酉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6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6號向中係順飛嘅，順飛係冇成門，所以左邊係冇成門嘅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1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成門。1號向中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成門啦。飛咗1格。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係飛咗去乾六宮，因為乾六宮嘅元旦星6號同向宮嘅元旦星7號不能合成河圖生成數27同道，所以係負成門。向中成門喺乾嘅位置。呢個係九運坐月向申。坐月向申同坐卯向酉，佢哋嘅飛星號碼係相同嘅，只不過坐卯向酉係向中，而坐月向申係向右。坐卯向酉，左邊冇成門，右邊有成門。同樣，坐月向申亦都係左邊冇成門，右邊有成門。向右，右邊成門係喺亥嘅位置。呢個係羅庚方向度。呢個係3元9運可用成門。今集講完啦，請繼續收睇《城門訣》嘅下一集。好多謝你嘅收睇，拜拜。